准备心，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普世曙光纪念主日，所以我有邀请第4堂的英语礼拜的人，今仔日无第4堂的英语礼拜，我有邀请因来参加第1堂、第2堂、第3堂的礼拜。头先早起第1堂已经有英语的诗班来献诗，第2堂嘛有英语的敬拜团和即个咱的777敬拜团做伙联合敬拜。然后我有邀请需要英语翻译的人来参加第3堂。所以今仔日特别为着普世曙光纪念主日的联合礼拜，阮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双连教会会当有全台湾基督教教会1200外间的教会唯一一个正式的英语的礼拜。主，你互英语牧区来牧养，伫台北地区需要用英语来敬拜的遮个会友。主，恳求你来祝福遮个事工，嘛祝福阮今仔日的联合礼拜，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共同享受主你的喜乐甲恩典。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最近有人咧反映，讲咱的礼拜的中间也是有真侪人手机无关声音，所以会影响到礼拜的进行。所以即马牧师也是爱特别来提醒大家，手机的声音一定爱关机。就算讲有真紧急的电话，爱请大家慢慢行到外口了后，才来接听这个电话。咱一礼拜有足侪时间看新闻、看网络，但是就只有这1点钟的时间，希望大家会当专心献给上帝，专心来敬拜。所以咱为着咱今仔日会当专心敬拜，会当伫上帝内面有领受，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特别伫即马现代化的生活，阮的手机常常拢接到真侪的讯息。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伫礼拜的即个期间，总是将时间分别做成伫你的面头前，将手机的即个通知消息先关掉，会当专心伫你的面头前。无论牧师的讲道安怎，无论诗班所献的诗歌敢有好听，总是这段时间是归属互你。主，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专心敬拜，将时间分别做成伫你的面头前。帮助阮今仔日礼拜有你的圣神的临在，会当有对你遐来的感动，会当了解你的心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大家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
心肝惊吓的人，恁着对因讲，着坚强，毋免惊。恁看，恁的上帝要来伸冤，上帝一定会实行报应来拯救恁。迄时，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摆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请起立，咱来唱吟诗443首，伫此内无分东西。请坐，咱三个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主，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嘛创造阮，搁设立真理条文，教示阮，保护阮，为着要互阮生活伫遵守你的教示，合适伫你的掠坎下面来活出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啊，你圣经真理中教示阮讲，名声赢过金银财宝。最近台湾社会出现侪为着金钱来拍破伊的名声，直到互起诉、关押，甚至未来会判刑、坐监。主啊，这是互阮一个真大的提醒，就是阮搁爱认真拍拼，阮来传福音。互阮会当传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当台湾正百姓拢明白真理、遵守你的道理的时阵，主阮知，阮台湾这个佛摩萨就是一个搁较好的所在。互阮一生诚做荣耀上帝的名，做好的基督徒的模样。主啊，我们为着新增分堂来献上阮的感谢，你有大大祝福阮。在新增分堂顶面，也常常带领当地的新增的居民来到阮的教会，同齐来敬拜你。为安尼，阮献上感谢。只是阮也要为着
坐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耶稣差派信心，甲因同在，医治因，保守因，坚固因，互因出入享受到你所享受迄个平安。恳求主耶稣祝福今仔日来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开因的耳孔，互因听上帝你的真理，守住因气力，互因会当有勇气行出这个真理。一世人为着主来活出好的、水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愿咱的祈祷，阮知犹原无够野。伫遮，我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线接，咱来启用，我来启，各位来用。启用第29篇，恁着阿罗耶和华，我一生要阿罗耶和华，无伫我靠君王，无伫我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去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关押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谢安娜，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耶和华，阿免。咱煞只要来邀请男声合唱团来学乐，伊要唱的是《我爱耶稣甲我同行》。我爱耶稣甲我同行，我爱耶稣甲我同行，全路的我敬天下，我爱耶稣甲我同行。
感谢男声合唱团优美的歌声，咱直接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24到37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汉语版、汉罗版来恭读。耶稣对遐出发去泰利地区。伊入去一间厝，无爱人知，不过无法度保密。随时有一个妇人人听到耶稣的代志，就来跪伫伊的面骹前。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这个妇人人是出世伫希利亚腓尼基的希腊人，伊求耶稣甲伊的查某囝赶鬼。耶稣甲伊讲，着先互囡仔食，摕囡仔的食物等互狗仔食，毋好。妇人人应讲，主啊，桌仔骹的狗仔拢食囡仔的饼样啊。耶稣甲伊讲，因为你即句话，你通转去，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囡仔。妇人人倒转去因兜，看到查某囝倒伫病床，鬼已经离开。耶稣阁离开泰利地区，经过西顿以及甲迪加波利地区，来到加利利河。有人带一个袂听见、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恳求耶稣甲伊还手。耶稣带迄个人离开众人去边仔，从镜头仔入去伊伤病的耳孔，阁配烂抹伊的指，然后仰天吐气，甲伊讲：伊发达，意思就是开。迄人的耳孔随时开，自紧沉，讲话讲甲真清楚。耶稣严严命令因毋通甲人讲，毋过伊若禁止，因若出力报扬，大家拢非常着惊，讲伊逐项拢做甲真好，连袂听见的人拢会听见，袂讲话的人拢会讲话。愿上帝祝福伊的话，互咱听的人受到伊的启示甲祝福。阿免。咱煞只要邀请咱本堂英语牧区的牧师雷牧师来传讲信息。今仔日的信息的题目是囡仔的饼友啊，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咱做伙来祈祷。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阿免。今仔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我对2年前到即摆为止，拄好2年，满2年，来到双连教会服侍英语的牧区。旧年我已经有做过第一遍，一个叫做普世联合礼拜。所以旧年的9月第1礼拜嘛是我讲道，毋知影大家敢会记的。我迄遍讲道讲到台语的问题，今仔日阁有人来甲我回答哦，所以大家的记忆是真好。对迄礼拜旧年的9月第1主日的普世纪念主日了后，英语牧区有较侪人来，就是第1堂、第2堂、第3堂的人来礼拜。所以我今年就想讲，这个应该爱继续因为
咱双连教会吼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00间的教会唯一有一个正式的英语礼拜的教会吼，咱爱把握这个伫本堂就会当有普世联合礼拜的这种机会吼。其实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真丰富吼，咱有新增分堂的诗会吼，咱第一首所唱的诗歌是阿密斯的调吼，阿美族的调。咱的男声合唱团唱的是黑人灵歌啦，所以真困难哦，因唱了真困难吼。迄个黑人灵歌拢有表达迄种哀哭，英语叫做 lament， 就是讲伫真困难的信仰的处境内面来向上帝哀求的迄种的声音的感觉啦。所以头先我毋知影大家敢听有感动，我是听啊真感动。即个伫本堂吼，咱就来做即种普世的联合，我感觉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咱的信仰，莫讲一直伫家己的迄个所在，真舒适拢无安尼行出去，安尼无好。双连教会本身就有安养中心，有幼儿园，有迄个社福机构，咱本堂遮嘛有真侪无共款的聚会，其实爱加去看卖。加去了解无共款的人伫做啥物代志，拢是咱双连教会的一部分。这个叫做普世的联合礼拜。我今年的安排是安尼，旧年我是请咱的 EM 诗班和咱的献歌队合作做伙献诗，咱的 EM 诗班人就少的被那个圣歌队安尼稀释掉。今年我有另外一个尝试。今年是邀请咱的 EM 的 choir 诗班伫第一堂献诗，所以头先第一堂因已经完成伊的献诗。本来因拢是足习惯11点才需要做礼拜，双连上晚的礼拜。今仔日因拢6点就起床，为着要伫第一堂礼拜来献诗。我嘛邀请 EM 的 praise team。EM 的敬拜团，伫头阵华语第2堂的礼拜，和咱的777敬拜团，做伙联合敬拜。所以头阵华语礼拜中间，佫有唱英语的赞美的诗歌。我有邀请 EM 需要听英语的人来参加咱的第3堂礼拜，因为咱的第3堂礼拜有英语的翻译哦，有会当听耳机来得到英语、华语、日语的翻译这是咱双连教会真宝贵的一个资源咱伫遮来纪念这个普世的事工。今仔日的经文其实嘛是真普世的一段经文，伊是关系到耶稣宣教的路程的中央的一个真重要的坎站。耶稣伊的宣教来转一个方向。转向十字架的道路行，一个真重要的坎站。这个重要的坎站说是一件代志来促成的一件代志。咱今仔日做伙来看这个普世的宣教安怎样开展。这个椅仔若是恁有囡仔，还是讲恁有孙伫厝，恁应该拢真清楚这个椅仔是啥物款的一个椅仔。当然，大家可能叫是我咧翕只阮兜的猫仔，其实毋是，我是咧翕条椅仔，迄条椅仔叫做儿童座椅啦，儿童餐桌座椅。我家己本身有2个细汉囝，一个即马2岁，一个4岁。2岁迄个即马食饭腰骨会落规涂骹啦，即马咱咧讲即个家庭的教育拢鼓励安那。对4个月开始，就爱起副食品，就是毋领啉奶尔，爱起副食品。哪紧和爸爸妈妈坐做伙食饭，哪好，哪紧互因用手家己去摕食物，哪紧互因用即个汤匙签啊，家己去试看卖食，哪好。这是即马的迄个教育的理念。但是这件代志是真困难，是哪？因为囡仔要学习安怎样好好甲物件送入去嘴，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这个已经毋是一
这毋是上困难的吼，这只有落一点啊吼。通常吼，我的囡仔是食啊，大部分落伫涂骹啦吼，毋是叫做大部分有食着啊落一块吼，是大部分落伫涂骹。啊，落伫涂骹，爸爸妈妈爱做啥物代志？捡来食，无毋对吼。我每一工拢摒扫，所以我的涂骹有够清气。我敢食我的囡仔落落去涂骹的饼油啊，而且饼油啊，我嘛是读这个圣经，我才学着会当安尼讲吼。所以这个是每日哈伫阮兜的生活。这个代表的是啥物？代表的是父母对囡仔的疼，对无？为着要互伊会当练习，你袂当安尼一直饲，你爱放手，互伊家己试看卖，然后你爱容允伊会当安那失败，会当落规涂骹，啊去甲伊捡起来，这叫做囡仔的饼油啊。今仔日个故事和这条椅啊真有关系。我甚至感觉是这条椅啊，互耶稣伊的宣告开始开悟外邦的境界。是安怎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7章。一开始讲耶稣对遐出发，去到泰尔地区。所以咱头一个爱问耶稣对倒位出发。所以爱先小可较头前，小可知影背景。咱知影耶稣伊是一个真出名的教师，伊伫遮赶鬼的人。伊伫伊的社群犹太的社群开始，伊伫加利利的这个所在来开始伊的服侍，真出名，会晓医足侪人，会晓赶鬼，所以一大堆的人拢来找伊，所以伊变甲足无用。大家拢要来找伊医治，然后伫第7章的时阵发生一件代志，对耶路撒冷来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佮有经学教师，因开始要来找耶稣空芳。因问讲耶稣啊，谁啊？你的学生拢无爱洗手才食饭，所以我落伫涂骹食袂要紧啦。耶稣的学生无洗手嘛食饭啦。因来挑战耶稣，是安那无遵守即个犹太人清气的遮个规条规例。耶稣伫遐讲几若句真出名的话，伫第7章的第9节，耶稣指责遮个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讲：恁我看恁为着要接受传统，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上帝的诫命。耶稣的意思是啥？伊讲恁只有咧看这个法律、这个法条是安怎咧做，但是其实恁守这一切的规定煞无听上帝啦，煞废掉上帝的律法。然后15节耶稣嘛讲真有名一句话，讲对外口入去人内面的物。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对内面出来的才会互人无清气。我相信大家拢真熟即个耶稣和这法利赛派的人的相战辩论。耶稣徛伫伊的学生的面头前，来抵抗这个对耶路撒冷来的压力。我家己常常会当体会，我想即马少年人有一个常常会问其他的人少年人会安尼问，讲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敢听有迄个是啥物意思？恁是 I 人还是 E 人？I 叫做 introvert， 就是讲内向的人；E 叫做 extrovert， 就是外向的人。即马少年人真爱问讲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想耶稣有可能 I 人是安怎讲？ I 人叫做内向，对无？内向是啥物意思？毋是外表迄个毋是咧讲外表迄个是咧讲伊和别人交配的时阵是咧充电，还是伊是咧耗电？伊咧独处的时阵，伊是咧充电还是耗电？恁感耶稣是和人交配的时阵咧充电，还是伊是独处的时阵咧充电？
圣经有记载，耶稣伊真爱服侍了后，伊就退到一个所在休困。咱讲退休、祈祷，向上帝祈祷。我相信耶稣有可能是爱人。遮圣经记载讲，耶稣对遐出发，去到太尔地区，迄是外邦人的所在。伊入去一间厝，一个会友的兜啦，一个犹太人的兜。伫外邦的地区，抑阁有犹太人，伊入去伊的兜。我家己做牧师吼，我实在是真感谢我有一寡会友哦，和我的关系真好。因真清楚知影服侍的压力真大，有真侪无共款的要求，爱讲道，搁爱感动人，搁爱治理教会，搁爱了解法规，搁爱含中会足侪代志。有一寡会友因真清楚了解牧师的困难吼，因会接待我。去到因兜休困，做爱人，好好充电一下。我相信耶稣伊对遐出发，离开法利赛派的人，经学教师的挑战，去到远远的所在太远地区，入去一间人的厝，受到这款的款待接待，伊是咧充电，伊是需要搁一遍来思考伊的服侍的方向到底应该安怎掠。上帝嘛会利用咱这种休困的时间，咱讲话，启示伊要宣告的方向。这是一个宣告真正常的发展。所以我无感觉耶稣是30岁，伊已经啥物拢学成啊，已经啥物拢了解啊。神学院毕业，圣经每一节拢会晓解说，毋是安尼啦。我感觉伊也是有一个成长发展。更较了解上帝的心意，看上帝的作为，然后带领迄个宣告的推展的这种的发展的过程，这个是福音书互咱看到的。耶稣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足安慰的代志。若是耶稣伊嘛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安尼是安那我无法度失败。是安那牧师就一定爱啥物物件拢知影，啥物物件拢会晓，所有会友的疑难杂症拢会晓解决，毋是嘛？毋是安尼，咱拢需要伫即个过程中间去向上帝学习功课。耶稣去一个人的厝，无爱人知，因为伊面对真大的压力，伊也无讲了解讲伊的时间已经到。伊要行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伊即马所选择的是隐藏啦，保密，无想要互伤侪人会知，无想要惊到遐个有权力的人来甲伊掠。所以即个伫圣经咱常常讲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就是因为耶稣伊也无真正准备好势，要行十字架的道路。伊需要伫即个过程中间慢慢啊准备伊家己。啥物人在准备耶稣？咱做伙来看。伊比到太远地区呢，外国的所在呢，对我来讲我若是伫双连这附近行路，我会伫路顶拄着咱的会友。有的会友我毋捌呢，因为我伫明的所在嘛，恁每一个人拢知影我连牧师。我拄着一个人伊讲连牧师你好，我真歹势，我毋知影伊是啥物人。讲你好你好，嘿嘿嘿。耶稣伊是秘去外国呢，伊是秘去一个所在可能敢若我秘去高雄，无爱互人知，但是随时有一个妇人人听到耶稣的代志。伊是外国人来跪伫耶稣的脚前，伊是啥物问题？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常常牧师咧退休，牧师拜伊咧休假，电话也是马上卡起来。牧师，我有啥物代志？即个妇人人亲像安尼，伫耶稣咧休困的时阵，来到耶稣的面头前。伊有一个请求。这个妇人人是出世伫叙利亚腓尼基的希腊人，意思就是讲伊是外邦人、外国人。伊求耶稣甲伊的查某囝赶鬼，伊的查某囝互鬼附身。耶稣甲伊讲：咱真恶伫想象，
着先互囡仔食，摕囡仔的食物，ฮ็互狗仔食，毋好。咱读到遮的时阵，我相信大家拢惊着，吼，牧师要用这段讲道哦，吼，祝福牧师。咱无法度相信，耶稣竟然会拒绝这个真有需要查某囝互贵负心的妇人人。神学家也是讲信徒，嘛常常咧替耶稣解说，讲啊，毋是啦，耶稣无歹意啦。耶稣只是咧表达讲，需要先甲福音传予犹太人，外邦人是等福音满足伫犹太人了后，然后才去到外邦人。所以耶稣伊只是表达讲，即个也是有一个界线，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安尼若定。但是无论安怎解说。咱无法度解说，耶稣叫迄个外邦人狗仔，伊讲ฮ็互狗仔食毋好，耶稣甲迄个妇人人拒绝。若是我是迄个妇人人，我可能会喊耶稣安那小量。你讲迄个什么意思？你讲迄个什么狗仔？我会喊伊冤家。但是，这个妇人人，圣经互咱看，伊无安尼，伊知影耶稣会当甲伊的查某囝医治，伊知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互耶稣的心会当软，毋是用拼的，用拼的耶稣的心袂软。伊讲啥？是啦，主啊，你讲的对啦。但是刀仔骹的狗仔。着食囡仔的饼油啊呢？伊的心内面有头阵啊，我互大家看的迄条衣啊。迄个妇人人，伊知影什么叫做疼，伊知影什么叫做为着囡仔的缘故，我需要牺牲我家己，我需要跪落伫涂骹，甲遮的饼油啊全部拢清好势。即个妇人人的心内面有迄条衣啊。迄条衣啊，代表的是疼，出伫疼心的服侍。当咱的教会宣教的时阵，咱的心会放伫迄条衣啊的顶面。当咱的教会无宣教的时阵，每一个人咧看讲啊，今仔日即个男声合唱团吼，唱迄个音也无准呐，吼啊，即个谁啊迄个天使安尼摆吼，迄个谁啊牧师安尼讲。当教会无宣教的时阵，咱的精神拢放伫毋对的所在。但是当咱的心内面有迄条衣啊的时阵，咱的做法会无共款。咱袂和别人相拼。咱讲主啊，是啦，无毋对啦，你讲的嘛有道理啦。吼，这社会的人是安尼看的，无毋对啦。但是吼，敢阁有其他的可能？耶稣啊，你敢会记得你遮担行一个神者，毋是吗？你毋是饲饱5000人吗？5个饼2尾鱼，敢毋是？剩偌济拿？12拿的饼油啊呢？5000人拢食够饱，阁有12拿的，我的查某囝敢无够？12拿敢无够？我的查某囝食？这个是这个妇人人，马太福音讲信心，但是对我来讲，我看马可福音的版本，伊无讲信心，我看到的是伊的疼心，伊的疼。这个疼是所有一切宣教的动力的来源。我相信耶稣伫这个退休到泰尼地区，和这个青训的妇人人相拄的时阵，耶稣也阁受到这个妇人人来改变，来感动，来拍开福音外邦的门。耶稣甲伊讲：因为你这句话，你通转去，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啦。这个真罕见会当看到。大部分耶稣的医治是安那？大部分耶稣的医治是当面对无？伫
伫伊的面头前，毋是甲伊蒙，吼，也是讲哦，你的信心真大，吼。但是迄个查某囝，伊的鬼就安尼离开呢，远远呢，耶稣无去到因兜呢。恁感觉是安那安尼？因为迄个鬼是啥物？迄个鬼是基士啦，吼，迄个鬼是咱人藏伫迄个查某囝的心上。咱医院吼有几若个医生啦吼，有其中一个小儿科医生啦吼，我有一遍和伊分享吼，我家己带囡仔去看医生的经验吼，我有一工就发现讲，带囡仔去看医生，医生是医囡仔还是医爸母？其实医生小儿科医生啦，毋是咧医囡仔啦。小儿科医生拢会甲我讲，不要紧啦，吼，你迄个镜头啊吼弄着不要紧啦，若是你弄着吼2礼拜袂好啊，你囡仔弄着明仔载就好啊。吼，医生甲我讲啥？讲放心啦，安啦。医生咧医治啥物人？医生敢是咧医治迄个细汉囡仔？毋是呢，医生咧医治我，医治我的惊吓。所以我有一个感觉。迄个查某囝，迄个鬼是啥物？迄个查某囝的鬼，毋是真正有鬼呢。迄个查某囝的鬼是遮个大人藏伫伊的身躯顶的。所以，因为你即句话你通转去，鬼已经离开啊。你的查某囝一定得到耶稣基督的接纳啊。耶稣已经代表所有的外邦人讲，上帝的恩典即马临到外邦啊。你的鬼已经离开，妇人人转去因兜，看到查某囝倒伫床里，鬼已经离开啊。耶稣阁离开，耶稣伊的退休还未完成，伊离开太尔地区，经过西顿，去到地加坡利地区，来到加利利湖，伊还阁咧休困，伊还阁咧敲找新的方向。上帝放另外一个外邦人伫耶稣的面前，看伊即马会安怎样反应。有一人带一个袂听见、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你注意哦，拢有人带哦。头阵啊，迄个查某囝是妈妈代表，即马即个是有人带，听袂无法度听见、无法度讲话的人来耶稣遐，所以咱因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真重要的代志，拢需要有人来带。有人带一个听袂见、无法度讲话的人来耶稣遐，恳求耶稣甲伊还手。即边耶稣敢有讲狗啊？无，耶稣带迄个人离开正人去边啊，因为伊还阁咧米，伊还阁咧米遐个录伊的人，迄个米赛亚的米还未完全拍开。耶稣对即个听袂见、无法度讲话的人，伊的医治就较无共款啊。伊从镜头啊入去伊双边的耳孔，佮配喙烂伫伊的指，然后伊看天，啊，佮吐气，然后才讲话。是安那耶稣要遮侪动作？是安那耶稣要做遮侪动作？伊听袂到嘛，伊听袂到啊，所以耶稣爱用动作来表达伊的意志。耶稣若是一开始就讲伊发达，伊听袂到啊，所以耶稣爱伸手摸，配喙烂，放伫指，天祈祷，上帝啊，你的心意是啥物？即马你要引带教会的宣告去到啥物款的所在？伊要吐气，圣神的引带，甲伊讲，伊发达，意思就是开啦，开啦，福音的门外邦开啦，耶稣本来拒绝的心开啦，咱的耳孔无法度讲，无法度听，开啦，讲袂出来，听袂入去的物件。开啦！这个是耶稣宣告一个真重要的坎站。
迄个人的耳孔随时开，治军令讲话讲甲真清楚。这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做的宣告。宣告毋是只是引带人来教会受洗，宣告是互人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会当讲得出赞美上帝的心意。今仔日的下晡，圣歌队嘛有一个无共款的尝试。一般人来讲，咱知影圣歌队拢是安怎？圣歌队拢是伫教会的礼拜中间来献诗。但是今年圣歌队有一个感动，讲圣歌队应该爱来做福音的事工。圣歌队应该爱除了礼拜中间的服侍以外，用圣乐来传福音，互人会当拄着主。这个无共款的尝试，拢是为着啥？拍开福音的门，互人会当听，互人找着话会当讲，会当开嘴赞美上帝。耶稣严严命令因，袂当甲人讲，但是敢有效？无效啦。上帝已经引带这个福音的门来拍开，伊哪禁止，因哪出力报用。即马牧师拢无禁止大家传福音，无人要传，是毋是应该禁止？袂当传福音，看敢会当好好传。大家拢非常着惊，讲因逐项拢做了，伊逐项拢做了真好，连袂听见的人都会听见，袂讲话的人都会讲话。今仔日经文所记载是耶稣伊的服侍，对加利利，对伊家己的家乡开始开往外邦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宣告，毋是我已经啥物拢知影。我30岁，我已经新学院毕业，我已经一切拢了解。我要去帮赞一个你拢无了解，你拢无信耶稣，你拢无信心的人，宣告毋是安尼。宣告是体现迄个上帝的疼，然后伫宣告的过程中间，被帮赞的人和帮赞人的人，做伙经历改变，做伙经历上帝的疼，做伙见证上帝引带的道路。甲过程，所以今仔日安尼和大家分享普世事工是啥物？就是行出家己所有的迄个限制，行出家己的迄个所在，超出上帝的心意，互上帝的疼会当临到更较侪人。蔡牧师已经伫过去2周拢有讲宣告的信息。伊拢讲到，这个宣教师对外国来到台湾，对外国来到台湾的宣教师，因敢需要改变，因敢需要成长，还是因已经全部拢知影？毋是嘛？因抑阁需要学习这个语言款式，想办法接触这个人，改变伊家己，互这个人和因做伙成长，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蔡牧师嘛有邀请大家会当写一张卡片，来诚做今年到圣诞节的进程，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进行的一个福音的行动。想看卖有啥物人，你要引带到耶稣的面头前，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拢有需要有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嘛。咱要来引带啥物人，将伊的名写伫这个顶面，咱每一礼拜。会替伊祈祷，嘛毋是替迄个人祈祷尔，是祈祷上帝会当改变咱每一个人，会当体验迄条椅啊，遐个饼油啊，对桌顶落落涂骹，诚做福音的证据。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你。伫今仔日的故事了后，你就决定时间已经到，要行往是一个道路。主你家己亲自拍破你家己的身躯，亲像饼油啊共款，落落阮每一人的性命。主恳求你，互阮
伫传福音的时阵，毋是阮知影传福音的对象，是伫主耶稣你基督的疼甲引带内面，来含阮传福音的对象，三甲做伙成长，做伙成长，做伙跪拜，伫迄条椅仔的头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雷牧师的信息，互咱真有帮助。那伫遮，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94首，我行迷路耶稣cùng我，请起立。请坐，咱闭眼心来奉献。
请起立，献上咱的感谢祈祷。即声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来服侍你。我若恳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台湾的需要，看见阮社会的需要，看见阮少年教会宣教的需要。特别上帝，今仔日是普世宣教的主日，特别上帝，阮也愿意献出阮的金钱，为你来使用。特别上帝，虽望阮献的是淡薄，总是主伫众人的当中，敢若亲像饼友啊，阮有即个疼，阮看见有需要人的所在。特别上帝，求你感动济的兄弟姊妹，将伊的性命来献上，像迄个妈妈疼伊的查某囝一样，阮也愿意疼阮的同胞。特别上帝，求你也使用祝福阮双年教会，正这正教会帮站，伫宣教即个顶面会当认真系福音的者。特别上帝，求你感咱阮的奉献，愿阮的奉献。正做芳芳的祭，献上你的面前，互你来感纳。我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现在我来报告，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普世事工纪念主日，欢迎兄弟共同关心普世的宣教事工，用咱的大岛甲行动来支持咱台湾所差派去世界各地的宣教师，互福音会当传到世界各国家乐，成做世间人的祝福。具体关怀，本会会友陈淑蕾姊妹伫8月21安息主怀，要定伫9月14，即礼拜六上午8点半，伫台北市博爱馆前第2殡仪馆进行楼甲至中一厅举行立连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岛，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有真早接受伫个9月初7，就是昨暝11点外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大岛，愿上帝安慰遗族。线接是福音音乐会，主办单位是双年教会的圣歌队，时间是伫个今仔日下晡点半，伫即个所在，主题就是伫圣约内底拄着你。内底节目诗歌，咱有双年圣歌队小诗班，阁有咱蔡牧师夫妇甲牧师甲社青。小提琴2重奏，3重奏，嘛要请连牧师来分享信息，阁有2位，一个赵明产长老，一个赵慧君执事来分享见证。欢迎兄弟大家做伙来听，做伙伫个圣殿当中来看见上帝。线接牛埔庄委员会的专题演讲，讲题要有一个人。迄个人就是我，讲完是一个医生，嘛是一个作家，请大家来听吼。好，线接。所以这个报名，请大家来报名吼。报名
咱时间是咧9月29吼，礼拜日9月份上落尾的一个礼拜日，所在嘛是共款伫10楼礼拜堂的所在吼。咱第3场礼拜结束12点半，食饭了后就要开始吼，专题演讲，到下晡3点。即届报名的表单包含简餐的登记吼、问卷等等吼，请大家通过你团契还是小组吼，咱来罗敬庭干事来做登记吼。好，来线接。吼，再有一个 QR code 吼，咱会当用手机来扫这个 QR code，简单会当来报名来了解吼。好，线接咱来请连牧师来欢迎咱的来宾。而且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遍来到阮中间的咱中间的新朋友，就有一个叫做赖恩勉，欢迎欢迎。咱等下有新朋友的欢迎会啊，欢迎你老婆参加。今仔日因为是普世的联合礼拜，所以我伫遮嘛想要问，你捌参加过第4场礼拜，敢会当挥挥手？捌参加过第4场礼拜，挥挥手。哦，好，嘛欢迎大家有时阵会当来参加，这是咱普世的纪念主日。这时为着3件代志特别来祈祷，第一就是特别为着英语牧区的事工，咱双年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英语的事工，希望会当服侍伫台北地区有英语需求的人。第二就是特别为着今仔日的下晡圣歌队的福音音乐会来祈祷，阁有9月29号牛埔庄的讲座，会当吸引遮个社会的人士来参加来祈祷。第三就是为着这个四命树，这个福音的事工，每一个人会当认领，一个要传福音引带来到上帝面头前的对象，将名写伫顶面，挂伫这个四命树顶面，来成做咱教会今年的最后一个101的事工，就为着这3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的先辈会当看见伫台北地区这英语礼拜的需要，互双年教会伫10几年前来设立这个真特别的事工。主恳求你祝福咱双年教会的英语礼拜，会当传福音，会当牧养这个需要英语礼拜团契的人群、羊群。主恳求你来帮助。主，阮嘛特别为着今仔日的下晡有圣歌队，除了礼拜的献诗以外，有一个福音的音乐会。主恳求你的圣神会当含遮所有一切参与的人分享见证、信息，也是唱歌、娱乐，会当感动来参加的人含你三度。特别恳求你嘛保守阮的教会有真特别牛埔庄的讲座，会当含即个社会互动。祝福9月29号的讲座，会当互你的福音侵入真侪人的生命中。主恳求你嘛帮助阮的会友每一个人会当设定目标，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头前。祝福这一切已经有写名伫顶面，互传福音的和被传福音的人，做伙伫你的面前得到听甲祝福的恩典。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最后，咱来吟诗54首《同心学路天父》，请起立。我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团契交通，含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岛社温强秀才车恳。